首先係雙插花。呢位係你今次嘅圖書嘅都學咗好短時間嘅，跟住到第二位意大利朋友，咁我哋正式揸住支棍嘅，咁我個名堂叫做七星堂龍團嘅六合棍。小心上邊安吊燈。小心吊燈。好，多謝晒。跟住有請話意大利嘅朋友，點呢套係小虎雁。呢位師傅咧就正話有兩個徒弟係屬於佢㗎，咁而家到師傅出馬啦。咁意大利師傅咧都係跟咗李小平20幾年歷史㗎，佢最深於七星堂入邊。打出嚟又好新風係嘛？轉馬都係重心好穩重，出條有力。咁18手全部喺晒度啦，多謝晒。跟住有請莫偉強師傅點成個詠春拳。有個細朋友請拍手表示鼓勵。鄭寶林師傅請你到台。坐低啊！咁唔該你表演嘅成個詠春拳嘅第一套小練台。最近詠春好熱鬧，不過詠春有好多種啊，我哋百花齊放。詠春拳咧就男女老幼都適合㗎啦，有靜態有動態，呢個係一個基本功。以前我哋學詠春咧就當第一套小練台當英文字母 ABC 啊，你練熟晒 ABCDE 咧，咪將佢變成一個組合咧啊，就可以攻擊啊、防守啊、進退都係好有用，個基本功好緊要。嚟緊咧就會到陳樹成師傅同張美紅師傅啦，請兩位師傅準備。陳樹成師傅、張美紅師傅。請佢哋。
跟住到第9項，由阿陳樹成師傅演呢個洪家動態，先先演員咧就有5種模仿5種動物嘅，咁啊先細心揣摩下喎。8蚊股係屬於邊一種型咧？嗱，總共打晒5種型出嚟啦，似唔似老虎咧？你話？咁到張明師傅帶